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及总统特别助理；北美和瑞士藏人社区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法会；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西藏文化青年研讨会开幕式。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访问。第2届非宗派藏传佛教学者会议在尼泊尔举行。瑞士阿尔高州藏人社区感谢美国颁布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驻拉丁美洲代表吉梅次仁陪同西藏僧人展开西藏神圣艺术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21号在纽约市特别接见了美国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在会晤期间，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传达了总统拜登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良好祝愿，并重申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促进西藏人民的人权和保护西藏独特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乌兹拉泽雅还对达赖喇嘛尊者一生致力于促进非暴力和慈悲理念表示钦佩，并与尊者讨论了西藏文化的保护、美国为解决中国侵犯西藏人权问题所做的持续努力，以及支持恢复中国政府与尊者及其代表之间的对话等议题。副国务卿泽雅与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与人权高级主任凯利拉租克一同拜会了达赖喇嘛尊者。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纽约州雪城的纳品农庄为期6周的康复休养后，于本周三8月21号抵达纽约市。在达赖喇嘛尊者停留纽约期间，北美藏人社区于8月22号在纽约市瑞银体育馆为尊者举办了一场长寿法会。结束在纽约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启程前往瑞士，并在苏黎世短暂停留。期间，尊者将出席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于本周日8月25号在哈伦体育场举办的长寿法会，并为当地藏人民众发表简短的讲话。随后，尊者将于8月26号离开苏黎世，启程前往印度，预计将于8月28号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8月20号应邀出席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近郊的萨日高等藏语研究学院举办的西藏文化青年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本届研讨会得到了宗教与文化部推出的藏文数字图书馆计划的支持。司政兼宗教与文化部部长边巴次仁在发表演讲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一计划的起源及目的，并呼吁与会者积极参与该计划，使之成为现实。此外，司政还分享了对藏学研究做出贡献的西方先驱学者的见解。与此同时，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堪布强培丹增、次仁卓玛、曲扎嘉措和丹增平措组成的议会代表团，于8月20号在澳大利亚开展西藏问题游说活动。期间拜会澳大利亚参议院反对党领袖、美国外交官及台湾驻澳洲代表等政要。在访问墨尔本期间，代表团于8月16号出席了墨尔本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举办的欢迎晚宴，并与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执行长于世兴等华人举行了交流会谈。当天，代表团还参观了本地哥的普世慈悲大佛塔，随后会见了维多利亚州藏人社区的民众、当地支持西藏人士，并且在拜会前参议员珍妮特·赖斯期间，就西藏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随后，代表团参加了在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举行的题为“西藏为何重要”的座谈会。维多利亚州议会议长玛丽·爱德华兹议员等政要也出席了座谈会。在坎佩拉，代表团于8月19号在驻澳洲办事处会见了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执行长佐伊·贝德福德博士，随后拜会了澳大利亚知识研究所执行主任布莱斯·维克菲尔德博士，并与他进行了互动，深入探讨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还于当天会见了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并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包含12点呼吁的请愿信，并重点通报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本周二8月20号，代表团在坎佩拉继续展开访问活动，期间拜会了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许佑典、澳大利亚参议院反对党领袖兼影子外交部长西蒙·伯明翰，以及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政治官员大卫·穆尼斯和相关工作人员。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办事处及其下属的喜马拉雅佛教图书与文化中心，于上周五8月16号在尼泊尔科潘的一座尼寺举办了第2届无宗派藏传佛教学者会议。本次会议是专门为尼泊尔各地非宗派的尼寺的尼师们举办，主要围绕四圣地展开深入讨论和问答。曲桑仁波切担任会议主宾，而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阿汪曲珠仁波切则担任特邀嘉宾。此次会议还吸引了代表不同藏传佛教传承的主持和代表出席。来自尼泊尔非宗派尼寺的250名尼师和来自尼泊尔各藏人学校的70名女学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外，位于瑞士阿尔高州的藏人协会在其1年1度的夏季聚会期间举办了一场特别活动，感谢美国政府于8月17号正式颁布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己在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在感谢美国政府的同时，强调了当地藏人社区在加强团结方面的重要性。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代表景美次仁于上周五8月16号开始，陪同来自印度南部折凤罗塞林寺的5名僧人，对巴西首都圣保罗展开了为期3天的西藏神圣艺术之旅。在参观圣保罗期间，上述僧人在巴西西藏之家创作了阿弥陀佛彩砂坛城。随后将继续前往巴西其他地区进行访问，推广西藏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